继续来看云林北港妈祖病院，伫8月31之前，拢配合健保署推出通讯门诊，透过网络视讯，也就是敲电话，就会当互医生来看病。即马学生嘛开始来吓热，病院嘛鼓励学生爱落去教时段安怎用视讯来看医生。安尼阿公阿嬷就毋免一直走病院，嘛来减少患着病毒的风险。北港的妈祖病院到8月31号进前，拢有配合健保署推出通讯门诊。即马学生嘛拢开始放假，医方嘛鼓励学生会使到厝内时段视讯看病。那我们医院是比较偏乡的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的长者有时候他们一个人在家，比较没有办法去使用这种新的通讯的软体。那刚好这个机会可以让他们这个祖孙之辈之间，利用这个机会再把3D 弄得更好。视讯看病除了会使减少防卫着的风险，民众嘛拢真赞成，因为会使透过视讯来甲时段增加情感。小朋友对科技的使用比较熟悉嘛，而且加上你们的这个界面其实也蛮简单的，那教一下长辈或帮长辈用，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方便，他们也不用这样风尘仆仆跑来医院。视讯看病会一直到8月31号，看医生了后，才找时间或者是请视讯来领药啊，减少出门的风险。